你谁呀？你张才德啊？张总？哪个张总啊？张大民啊。说吧，昨天干什么了？昨天没干什么呀。早上起来吃了几个包子，打游戏机吧，好像。你别跟我淘气啊！现在是夜里2点多了，你跟我们这儿熬着，咱们都累了。你别跟我耍贫嘴，耍贫嘴你贫也贫不过我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有什么事赶紧说吧。说什么呀，队长？这么着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女士是文物管理局的助理研究员，你们是一个局的。哎，你应该认识啊。不，队长，这个我这个说，队长，我确实冒充文物局的人，可是不是我的主意啊，是他们让我做的。他还说，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，让我领着他找他去。他说他要负全部的责任。你先说说，是不是你找的大地建筑公司拆的小木塔？是我找的。谁让你干的？肖家怀，养狗专业户肖家怀。张才德先拘起来了，我通知那边派出所，让他们先盯着肖家怀。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咱们得歇会儿啊，人又不是铁打的，先睡一觉，明天一早堵肖家怀。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咱们得歇会儿啊，人又不是铁打的，先睡一觉，明天一早堵肖家怀。那太好了，我睡哪儿啊？咱们这儿最好的条件就是我那沙发了，你睡那儿，我这儿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声音小一点行不行？哪有声音？站这儿，李队，李队，醒醒！回来了啊，这是孙玉堂，
孟玉莲的同学。你们查吧，我得去那阳告专业户那儿。行。小远，行了啊，走了啊。你怎么着？还行吗？没问题。那来吧。姓名？孙玉堂，年龄32岁，工作单位？旧城区2中语文老师。你跟孟玉莲什么关系？孟玉莲？什么关系？马上说。同学。什么时候的同学？大学。你们除了同学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关系？老实说。看我干什么？你还是语文老师呢，不会连什么关系都说不清楚吧？快说。就算是情人关系吧。说详细点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同居过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，他正马不全也在追她，可一直没追上。本来我还是挺爱他的，可他这人毛病太多，我受不了就跟他分手了。什么毛病？李队，肖家怀家里也没什么动静。他们家还有其他地方吗？那边还有一个养鱼场，这里只是一部分，那边更大。昨天那边有人监控吗？肖家怀自己没在那里住，我们也没管。昨天你只是让我监控肖家怀的行踪，加上人手也不够。那你在这别动，继续蹲着啊，我那边看看。好嘞。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谎、做作。本来他就作风不正，现在假装自己是个冰清玉洁的女人，他简直都不是假装，他真是这么认为。他不敢跟多少人乱搞了，他老是把自己装成处女一样，我实在受不了。毕业之前就跟他分手了。马不全知道这些事情吗？马不全，他是最可笑的一种人了。全世界也只有他，觉得孟玉莲是个品行端庄的女人，他就这么相信。谁要说孟玉莲的坏话，他就跟你急。用他的话说，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不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最爱孟玉莲的一个人了。不论孟玉莲做错了什么，他都以为别人在引诱他。根本不会想到孟玉莲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是什么时候又和孟玉莲勾搭上的？袁警官，根本就不是我勾搭她的。有一次同学聚会，我上厕所，她就跟了进来。她说马不全把她当宠物养着，憋得难受，所以就跟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那些细节不用说了。然后呢？从那以后你就跟他偷偷的交往、偷情，对吗？不是，就那一次。再没有任何联系，打电话没有，写信也没有。没有。打电话怕马不全接着，他老查小梦的手机。写信吗？现在谁也写信呢？哼，是吗？杨警官，就这封信是我写的，其他的这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，真的。